那种的。拿到了，到了。我这个直接基本哇，相当于讲，相当于估计那趟啥呀？现在别那个到了呀。这就那呗。还烂一点。他那问题的，等等，那就过来不一定了。哪个不来？对吧？他都可以。现在我了。现在话我们这个。他也是来的。哇，马龙。三轮车，那个件主要是那个嘢。三轮车，你看这个，三轮面光嘅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。你呢？别一个，你看，然后不用这个，这个。哦，面。